頭先你宣布第4節辯論完結嘅時候呢，我睇個鐘係啱啱大約1點半到。主席，你問有冇議員想發言？一時之間呢個議事堂呢係鴉雀無聲，冇人舉手，冇人撳掣。所以呢個情況係非常之有代表性、有啟發性，亦都極具諷刺性。最後好彩有吳靄儀議員就肯蝕底啲舉手發言。主席，我當時冇舉手係因為我唔希望自己一個人企喺議事堂度對住一個空嘅議事堂，特別係林局長係負責政制嘅都唔坐喺度，我唔希望我自己一個人喺度自言自語。咁但係最終呢，都係難逃厄運，因為林局長都喺度嘅。主席，好可能咧，當然啦，對林局長嚟講，或者對好多有啲香港人嚟講，食飯係緊要過討論政改嘅。1點半嘅時候係食飯時間，所以唔坐喺議事堂度呢係理所當然。我亦都明白林局長佢嘅睇法，佢喺我哋呢個立法會嘅會議裏邊，當佢被問及關於政改嘅問題嘅時候，佢係咁答嘅。到目前為止，仍未收到消息，現任政府獲授權處理2場普選嘅事宜。佢覺得佢係冇權，既然係冇權，又冇興趣，咁當然係食飯緊要啲啦。主席，呢個係一個可笑，但係亦都係非常之可悲嘅情況。喺基本法之下呢，啟動權係屬於特區政府嘅。附件1、附件2都講得好清楚。咁當然啦，喺07年嘅時候，人大常委會喺我哋呢個附件1、附件2裏邊所講嘅3部曲之前，再加多2部曲。呢個就係特首要準備一個報告，呈交人大常委會審核，然後至再翻嚟立法會表決呢個新加嘅前序。好多香港人都反對呢個咁嘅前序，但係我覺得反對又好，唔反對又好呢，其實呢前面呢2步係代表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環節，就係一個容許中央特區政府同香港民間達成共識嘅一個主要嘅一步。因為基本法裏邊所講嘅嗰個3部曲其實係一個法律嘅程序嚟嘅。如果之前大家係冇共識嘅，你嚟到立法會度都係冇用。07年就係一個好好嘅教訓，結果都係政改方案係被否決。咁之前嘅功夫係咁重要嘅，係應該由邊個嚟做呢？主席，當然啦，我哋香港人喺呢方面係極之願意，亦都係希望可以就呢個最終嘅普選嘅安排展開廣泛嘅討論，達成一個廣義嘅共識。但特區政府可惜唔係咁睇法。今年嘅施政報告呢，政改方面係完全交白卷嘅。就喺答問大會嘅時候，我提出點解特區政府唔可以就一次過立法展開前期嘅工作呢？特首嘅回應都係話：我做咗我要做嘅嘢㗎啦，我攞咗個時間表，我唔需要再做其他嘢。主席，呢個講法不但只係賴貓，因為賴貓係因為普選唔係淨係時間表嘅問題，亦都涉及路線圖嘅問題。但更加重要嘅係一個非常之狂妄嘅講法。佢嘅意思即係話時間表係佢一個人爭翻嚟嘅。主席，我相信好多人聽到呢句説話咁就非常之憤怒，因為香港人其實對於爭取普選，無論係時間表或者係路線圖所付出嘅，比特首相信係非常非常之多好多。點解特首可以講我爭到時間表我就洗手不幹，唔需要再做呢？主席，我今次提出呢個修訂，其實唔係我自己一個人嘅意見，而係普選聯同埋民間好多團體嘅意見。
因為大家經過2次政改之後，其實發覺呢個過程係非常之痛苦嘅，不但止令到我哋嘅社會係陷入深化嘅矛盾，同時間咧係一個非常之令人痛心嘅內耗。咁點解我哋唔可以一次過將所有嘅問題去解決嘅呢？其實而家所剩下嘅問題不多嘅，主席，因為首先已經有個時間表啦。第二就係話，就算係講緊路線圖嘅問題，下一屆嘅特首就應該要普選啦。就算係立法會都係淨係多一屆啫，都係2016啫。咁而家你都唔去就我頭先所講嘅法律嘅程序嘅3部曲，去尋求一啲廣義嘅共識，幾年嘅時間眨下眼就會過咗。特別係而家社會經過長時間討論，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成熟嘅階段，我哋實在係有足夠嘅條件去進行一次過立法。主席，呢個只係一個簡稱嚟嘅。所謂一次過立法，其實只係話香港人、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無論權在哪裏，都應該爭取一個盡早嘅機會，去尋求一個廣義嘅共識，透過立法嘅程序，去將一個可行嘅路線圖鎖定咗每一步嘅過程同埋地標，讓香港人明白呢個議題已經成為過去，我哋無需再為此係進行內耗，增加我哋嘅痛苦同埋增加我哋嘅矛盾。咁點解特區政府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展開呢？我哋亦都唔好忘記下屆嘅特首，如果佢完全全盤咁去處理特首嘅普選，其實係有一個表面上嘅利益衝突，因為好明顯佢會希望係爭取連任嘅，而下一屆嘅選舉辦法又係由佢去決定，由佢去啟動。咁點解我哋而家唔開始就呢個問題討論呢？主席，我都需要講嘅就係我哋民主派喺呢方面都係有唔同嘅意見嘅。就算我今日提出嘅修訂，何秀蘭議員都將我嘅修訂差唔多一筆就劃過晒佢。何秀蘭議員所要求嘅係要堅持2012有雙普選，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崇高嘅政治理念，我係認同嘅。我相信冇香港人係會反對。但係個問題就係，假如政治現實上我哋2012爭取唔到普選，係唔係話乜嘢都唔要呢？如果從我角度睇呢，我覺得我自己係冇一個條件去代表人講，攞唔到普選呢，我就乜嘢都唔要。我覺得呢個負責任嘅做法，亦都唔係政者應有嘅態度。我哋去爭取，但係如果爭取唔到嘅時候，我哋係要將道門推開少少，都好過道門永遠係閂埋。咁所以雖然我係完全認同2012我哋應該有雙普選，某個程度我都覺得已經係太遲。但係喺政治現實上呢，我哋確係要面對，如果2012我哋攞唔到雙普選嘅話，我哋係咪翹埋手？等我哋去到下一個階段2016或者2017嘅時候，仍然都係要否決呢個政改方案呢？多謝主席。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呢係支持湯家驊議員嘅修訂同埋何俊仁議員嘅修訂。其實咁多個修訂呢，我哋民主